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到48节，申命记26章第16节到19节，27章第1节到第7节，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遵守上帝的诫命。今年的美国的总统选举，会当讲是历史以来上届受到全世界注目的一摆。就连台湾人对美国的即届的美国总统选举关心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悬。根据一寡非正式的调查讲，有可能台湾有85% 的人真关心美国选举的结果。当然，也透过即届的选举，互台湾人真正来了解美国选举的制度，甲台湾真无共款。台湾的选举是用普选得到的票数济少来算，但是伫美国无共款，是用各州来做基础。各州有家己的选举人数，因大概是利用即个参议员甲众议员的数额来算的。各州的普选得票若赢的，就迄规州所有的代表人数，就拢归互即个候选人吼。然后各州安尼赢加起来了后，超过半数。即个人，这叫做选举人票赢的时阵，伊就赢着即个美国总统的选举。毋是总票数，有可能总票数较济，但是是输了即个选举顶一摆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就是安尼，总票数较少的川普来当选。有人讲即个制度真奇怪啦吼，特别是非美国人，伊会感觉讲这制度哪执行，都票数偌济，就安尼算上简单啦吼。也有人讲这选举吼无公平啦吼，当然是输的即方面的人咧讲啦吼。但是咱也知影，即个被称作即个Electoral College 的即种选举制度，伫美国已经将近差不多200年，是1824年所存在吼。即个选举的过程的中间，伫历史中也有几摆引起即个选举的危机啦吼。但是基本上，即个就是诚做一个美国真制式的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制度。应该安尼讲啦吼。所有要参选的政党，所有要参选的候选人，拢知影美国用即个制度，所以就是照即个制度，顺服即个制度来选。虽然但是感觉怪怪安尼吼，但是你就是爱照安尼来做啦吼。信仰其实更较是安尼啦吼。伫咱的信仰内面，咱领受上帝的救恩，接受圣经的真理。有当时咱感觉讲圣经吼即个记载也是即个要求，感觉怪怪，咱甲无啥介意吼。但是事实上，咱无理由通好讲圣经即个我毋接受，迄个无合我的意。甚至有人更较害的讲吼，圣经应该着爱搁改啦吼。即种安尼着毋是叫做基督教的圣经，还是讲基督教的信仰吼。那根据圣经的记载，救恩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信仰，无论是对亚伯拉罕，是对以撒，是对雅各，是对拿阿，或者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看，咱拢是伫得救了后，才去接受着
要求讲爱遵守上帝的诫命。就像伊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若无对上帝的脚步，因根本就免讲得救，因为伊毋知影要倒位啊，也毋知拄着啥物款的状况啊，嘛毋知要哪解决嘛。所以其实，亲像咱人生的每一工的生活，无人知影讲下一步是会安怎，无人知影讲后一秒会发生啥物代志，嘛有无人会通知影后一刻要去倒位。就像亚伯拉罕共款，伊所会通做的是凭借着信心一脚步来对上帝来行。伊并无问上帝讲：你先甲我讲要带我去倒位？怎样是要爱上帝来得到亚伯拉罕的核准，要得到咱的同意吗？当然毋是啦吼。咱必须知影，咱要爱去谨守上帝的诫命，顺服伊的旨意，过来跟对主的脚步，然后一步一步来对伊行。好像亲像咱的时代共款，上帝无甲伊讲搁较清楚，讲为虾米要去做即个大船。上帝只有甲伊讲，你着去山顶起大船。所以伊就带伊的规家口啊，也开始按上帝的命令去做。这也是咱昨咧讲的行动力啦吼。咱无往后壁去看，也无往头前来提出质疑。咱只有拼全力来顺服上帝的命令，亲像那阿共款，因用真心、真力、真意、真诚听主上帝的态度。点点照上帝的旨意伫遐起大船，然后因全家得救，连毋但安尼，阁互遮的动物也得着救。马太福音19章的经文也记载讲，有人来问耶稣讲要安怎才会当得着永生啦？咱讲得救啦吼。耶稣基督甲伊讲你照诫命就是毋通杀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盗，毋通做假的干证，你爱孝敬爸母，爱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拢咱最近咧讲的吼。当这少年人甲回答讲，我拢有做啊，耶稣佫进一步讲吼，你若要达到佫较完全的地步吼，你就是要卖你所有的财产，将钱捐互送养人。你就有财富接住伫天顶来跟对我。这就是昨牧师伫咧拄着大火中间是爱撤退无，你是讲要炸啥？咧思想的问题啦吼。咱放下落，才会有法度来踏出脚步对上帝来行。全然的军队，全然的放弃，才是守上帝诫命的基础。因为军队上帝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是为着上帝来做，毋是为着咱家己来做，是要成就上帝的救恩，咱才会当真正得到救恩。最差的大的这个差别，就是上帝的旨意的面，军队上帝的脚步，成全上帝的救恩啦吼。咱就是要爱去杀，毋是干那要追求得到安尼尔。其实耶稣基督伫这个马太福音16章第14节到28节内底有讲伊吼。我简单讲伊这个要点，伊讲，若有人要跟对我，就爱去杀家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救我，来对我吼。迄个想要救家己性命，就会丧失性命；迄个要放弃性命，就会当颠倒，会当得到性命。这是耶稣基督真清楚的教示，所以爱来全力来接受上帝的诫命来对主来行。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41到48节。
申命记26章第16到19节，27章第1节到第7节，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遵守上帝的诫命。据说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是历史以来最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一次的选举，就连台湾人当中，据一个非正统的调查台湾人这一次对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前所未有的高了据说大约有超过85%的台湾人都在注意美国选举的这个总统选举的可能的结果。当然也透过这一次的选举，让台湾人了解美国总统选举的制度跟台湾的选举是很不一样的台湾是以普选的总得票数过半多的赢出了可是美国的选举是所谓的投票人数这个选举人数为主那选举人数的做法是以各州为单位，各州的这个普选投票赢超过一半的或是多数的，那就赢到这一个州所有的投票人数，然后再去加总，超过一半今年是270个这样的人就赢得了这个总统的选举。有很多人说这个很奇怪这个很简单，就用普选的总数就好了嘛也有人说不公平当然是选输的人就说不公平这个称为 electoral 的 college 的这个选举制度，其实是已经将近200年在美国的历史里面。虽然曾经有过几次有危机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模式。坦白来讲，每一个参选的政党，每一个参选的候选人都知道这个制度是这样子制定的，所以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制度，接受这样的结果回到我们的信仰来讲，其实信仰更是如此。我们在信仰里面领受上帝的救恩，然后接受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去论说这个不公平这个很奇怪其实基督徒没有理由说圣经这个我不接受，那个不合我的意。甚至有人更夸张的说这圣经要改啦那改了就不是基督教信仰了根据圣经的救恩角度的来看基督教的信仰，无论是从亚伯拉罕，无论是从以撒、雅各、挪亚，或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他们都是先得到了救恩，然后才被上帝要求说要遵守他的诫命，要跟随他。当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出埃及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如果没有跟着上帝的脚步走的话，但不要说能够得救了，连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他们更不知道，要如何解决他们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得到救恩，跟随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就是像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下一刻如同我们的每一个生活一样，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生活一样，我们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是如何，我们也无法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更无法去预测下一刻我们会去哪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他受呼召来跟随上帝的时候，他就是凭着信心一步又一步的跟随上帝。他没有事先问上帝说，你先告诉我要带我去哪里，怎样，是要上帝要先得到亚伯拉罕的核准，或是要先让我们基督徒来跟他同意他吗？当然不是我们必须要能够谨守上帝的诫命，顺服他的旨意，跟随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跟他同行。
如同挪亚一样，上帝没有告诉他非常仔细的理由原因，只有告诉他说去山上去坐船坐一艘船，因为再来就要下大雨那他就带着他全家我们说一股傻劲，按照上帝的命令来做了。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所提到的那种行动力不是向后看的一个的事情，而是向前也不质疑的，只有尽全力的顺服上帝的命令如同挪亚一样，他用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上帝的态度，默默的照着上帝的旨意去造这个大船，然后他们的全家也得救了。不但如此，还让全世界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得到保存。马太福音19章今天的经文里面记载，有一个人来问耶稣基督如何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说得救了耶稣告诉他说，你就要按这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然后呢要孝敬父母要爱邻舍然后要像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我们在最近都提到这些事情。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这些事情我都做了那耶稣基督就进一步告诉他说，如果你要达到更完全的地步，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去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呢来跟从我。这就是昨天牧师在分享前天遇到这个我们附近的这个野火我到底要不要被撤离，然后这个到底要带多少东西，然后是不是能够舍弃得下，离不离得开，全然的舍弃，全然才能够全然的跟随，这样才是能够守上帝诫命的基础因为这个是跟随上帝，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是为上帝而做的，不是为自己而做的。我们要能够成全上帝救恩，才能得到真正的救恩，就是年轻人所说的永生。最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是在上帝的旨意底下，跟随上帝的脚步，成全上帝的救恩，是要能够舍弃的，不是追求获得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8节的地方也这样提到，我就读2-3节的经文24到25节好了他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是当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25节说，那想要救自己性命的，反而要丧失生命；那为着我丧失生命的，反而要得到生命。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来遵守他的诫命的一个真理，就是说要真正的能够放弃一切的，是为了上帝而做，遵守这样的诫命，是为了荣耀上帝，得到这样的救恩。